有啲痛。大家有冇聽過針灸美顏術？話說美篇我一直都飽受鬆弛下垂嘅面頰肉困擾，行路彈下不特止，仲壓咗個心碎嘅法令紋出嚟。於是就揾咗間中醫診所去做一直好想試嘅美顏針，連黑眼圈都做到超吸引。把脈面診完後，醫生就會診斷針啲咩位置去改善我嘅問題。做針灸之前會先做撥筋美顏療法，跟住就開始針灸啦。有啲痛。因為要改善我嘅失眠問題，所以頭頂都落咗幾針。啱啱針呢個法令紋位嘅時候呢，過咗幾秒已經 feel 到入面開始收縮緊咯。眼邊呢幾針係放黑眼圈，頭頂呢幾針係最大嘅感覺。針灸完就照埋個中藥藍光面膜，療程做完塊面已經即刻 firm 咗同白咗，超神奇。呢個療程仲可以調理埋身體，所以我配埋中藥嚟食，唔算好難飲喎。依家去做第二次嘅美顏針，為求測試佢嘅提拉度，我仲去咗做第二次。總結呢個針灸美顏療程係好 work， 做咗第一次已經敷到塊面明顯緊緻咗，睇翻對比法令紋又淡咗，仲經得起我嘅彈跳力實測添啊！最驚喜係好瞓咗同冇咁易攰，超級推薦想用自然療法變靚嘅你啊！